大家好 ，Steve Chow S 級金融，今日跟大家講嘅咧係全球嗰個能源嘅戰爭咧，而家爆發啦，改變咗咧係呢個世界嘅轉捩點。咁美伊戰爭到第19日咧，喺3月18號咧，註定呢個應該係可以咧注入咧記載入去呢個史冊裏邊嘅。咁以色列咧連環咁去繼續去擊殺咗3名嘅伊朗嘅高層領袖，悍然呢就空襲伊朗嘅南帕爾斯氣田啦。呢座汽油田呢係伊朗40% 嘅天然氣嘅供應。伊朗亦都即時宣布咧係將沙特、阿聯酋、卡塔爾3個嘅所有石油設施咧全部咧均為係合法打擊嘅目標啊！咁戰火咧一夜之間咧就席捲咧全個海灣。咁能源戰打開咧，係其實咧冇咩人咧都可以咧係置身事外嘅。當日伊朗完成咗報復咧，將呢個沙特利雅德煉油廠咧連環咁爆炸。全球最大嘅液化天然氣生產基地咧，呢個卡塔爾拉斯拉凡工業城咧遭到導彈嘅襲擊嘅，大火沖天。呢個已經唔係美國、伊朗、以色列三方嘅局部嘅衝突啦，已經咧係變為一場咧直指全球嘅能源命脈嘅風暴啊！咁以色列嘅三板斧咧係好兇狠咁出手嘅，而使到咧整個局勢咧徹底咧係失控。美國同以色列嘅戰略係非常之兇狠，亦都係好清晰，就係斬首伊朗嘅領導層，準確係摧毀咧導彈基地，全面去點燃咗呢個能源設施。但係咧呢三板斧嘅兇狠出咗手之後咧，伊朗咧非但咧冇投降喎，反而咧個戰鬥意志力咧非常咧係越嚟越強烈啦。慘痛嘅代價換嚟嘅咧就係更深嘅仇恨同埋更猛烈嘅反擊啊！咁以呢個霍爾木斯海峽嘅封鎖咧，全球個經濟嘅一個噩夢嚟嘅。咁呢條咧承載住全球20%嘅海運石油嘅海峽啊，最窄嘅地方只係得咧10公里嘅啦。伊朗一旦關門咧，油價直飆咧就110美元以上嘅。咁全球嘅石油供應鏈咧，瞬間咧就會癱瘓啦。咁而呢個差不多呢場嘅戰爭咧，已經係發展到咧好大機會去一個持久戰同埋一個全面戰爭啦。以色列咧死咁拉住咧美國，特朗普咧而家咧係騎虎難下嘅。伊朗咧越打咧越激進，海灣國家咧亦被咧係捲入響3月18號呢場嘅能源互毆裏邊咧，係美伊戰爭真正嘅轉捩點啊！咁一場咧重塑全球能源格局嘅歷史性風暴咧，至啱開始啦。咁大家聽住，即係啱開始，仲未完結嘅喎。而能源戰爭已經打響啦，咁下一個崩潰嘅咧，會唔會係你嘅財富咧？其實咧會比你嘅想象之中咧係更嚴重嘅。好多人嘅財富正係面臨一場咧史無前例嘅衝擊。就喺3月18號，美國聯合以色列對伊朗嘅核心天然氣設施發動嘅精準打擊咧，伊朗隨即以牙還牙，第一時間反攻中東3大油田。呢一刻咧，戰爭嘅性德係徹底咁改寫啦。呢個已經唔係一場普通嘅軍事衝突啦。呢個係一場咧直指全球能源嘅能源戰爭。過去嘅危機咧就話咧，我哋怕咧啲油咧運唔到出嚟嘅啫。但係而家就唔同啦，我哋面對咧就係根本冇油可以咧生產，因為佢啲護炸晒啦，咁仲有咩生產能力可以講咧？一旦呢個生產咧也係崩潰咧，國際嘅油價咧將會咧係徹底失控嘅。咁全球石油危機爆發咧嘅機會咧，差唔多可以講咧99%啦。而家個局勢升級，從呢個軍事戰咧而轉移為一個能源戰。咁戰火從戰場咧延伸至全球嘅能源嘅動脈。咁石油危機咧係會突破咧99%之外咧，形勢係非常之萬分嘅緊迫嘅。咁三重風暴咧亦都
同步咧會爆發啦。跟住會係影響到咩咧？糧食危機啦，因為咧你石油冇咗啦，好多化肥咧就會減產，估計咧最低減產咧30%㗎。咁有好多嘅農作物啊係需要咧化肥嚟施肥㗎嘛。債務危機咧，全球嗰個通脹咧就會更上一層樓啦。咁啊，可能咧3個月內啊就會引爆咧全球嗰個經濟個崩潰嘅。咁啊，金融市場咧亦會產生好劇烈嘅震盪。咁啊，石油美元咧會受重創啦，美股亦都劇烈咧係波動嘅。咁啊，高度依賴能源國家咧亦都陷入咧係呢個資金嘅短缺。咁啊，亞非拉咧而面臨咧係大饑荒嘅。咁呢個咧都嗰個影響咧都非常之咧係危險嘅。留俾我哋嘅準備時間咧，其實咧就已經唔多啦。可以講話留俾我哋做準備去反應嘅時間咧，已經係唔多啦。咁啊，我哋咧其實而家咧真係要睇睇而家我哋手頭上嘅資產啊，要進行啲優化同埋調整啦。否則咧，石油危機一旦引爆金融危機咧，咁啊損失咧就難以挽回嘅。咁喺危機裏邊之中咧，咁我哋嘅財富嚟作為一個保衛戰咧，有幾方面嘅策略咧需要咧。大家可以注意㗎啦。咁最重要嘅咧係對於資產咧進行咗個優化同埋調整。咁學者咧，首先咧就要將減持嗰啲高風險嘅資產啦，因為呢啲通常咧喺戰爭裏邊咧就跌得最急㗎啦。咁而高估值嘅嗰個股票嘅訂單咧，亦都會減持，因為咧股市受到呢個嘅戰爭影響咧，嗰個經濟會差啦，股票就會跟住落㗎啦，而家落得好快。咁啊，嗰啲垃圾嘅債券啊，所謂垃圾債券咧，就話你將會有好高收益嘅債，但係風險好高嘅咧，咁呢個時候都應該減持啦。咁啊，包括咧呢啲嘅比特幣啊呢啲咁咧，亦都咧喺個市場會跌得好快。咁原油期貨啊同埋相關嘅衍生產品咧，大家咧千祈都唔好再碰佢啦，因為石油基本上咧係嗰邊破壞到冇生產，咁你仲何來有呢個原油期貨啦？咁啊，如果你手頭上有啲高槓桿嘅倉位啊，咁啊立即你要降低個槓桿而避開個風險啦。咁啊，降低呢嗰個你嘅訂單嘅倉位咧嚟操作，唔好咧儲咁多嘅倉位喺手。特別咧唔好響滿倉啦，喺呢個時間咧唔適宜，反而咧調轉咧要保留多啲流動資金喺手，因為咧呢個我哋唔知道未來嗰幾個月咧嗰個發展會有幾急速，可能咧你係需要呢一啲錢嚟傍身嘅。咁啊，另外咧就積極配置咧安全嘅對沖嘅資產啦。咁啊，對於有啲光伏啊、能源啊呢啲嘅剛需嘅紅利資產咧，咁就可以咧係保持嘅。咁有啲短債嘅基金嘅呢個現金流穩定嘅資產咧，亦都咧可以咧係稍為咧係持有。咁而咧有啲咧係呢個嘅穩健嗰個嘅分紅嘅保險咧，咁啊呢啲係一個安全嘅資產。好多時我哋講投資就好少講到保險嘅。其實保險裏邊如果有啲分紅嘅保險咧，其實佢係幫你咧將你嘅儲蓄鎖定你個儲蓄。保證安全，然之後咧幫你增值，咁呢度係其中一個嘅可以考慮嘅。咁啊，多元分化、多元分散嘅配置咧，就唔好咧係買緊一類嘅產品或者係一個地區喺裏邊啦。其實咧呢個時間係非常之咧危險嘅。好啦，節目時間到啦。如果大家有咩提問咧，喺呢個 Steve Chow 嘅 H 級金融下面咧係留言嘅。咁啊，提醒一下大家啦。如果有任何嘅金融投資咧，都係咧存在有風險嘅。喺做出任何投資決定之前咧，你就必須咧了解到自己能夠承受多大嘅風險程度，充分了解你所投資嘅產品嘅性質啦。咁喺呢度咧就請大家支持訂閱咧 Steve Chow 嘅 S 級金融頻道啦。大家留言點讚分享，使到咧係 Steve Chow 嘅 S 級金融咧能夠廣大咁嘅傳播。最重要咧係分享俾一啲其他朋友咧係知道有 Steve Chow 嘅 S 級金融呢個頻道。咁啊，今日時間節目到啦，
多謝大家，拜拜。